这是第六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感谢各界91岁华诞祝福。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出席91岁华诞庆典。世界各地藏人缅怀自焚抗议者罗嘎让赞。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在拉达克展开访问行程。爱沙尼亚议会谴责中国新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比利时外长重申，达赖喇嘛转世认证纯属藏传佛教界事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91岁华诞之际，透过官网向所有致以诚挚祝福的人士发表感谢函。尊者在感谢函中表示，传播慈悲与善良始终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并呼吁世界各地民众无论老幼，都应培养一颗温暖而慈悲的心，真诚关怀他人的福祉，因为这才是有意义且充满使命感的人生。尊者还提到，上个月已在印度新德里顺利接受左膝手术，目前正在拉达克休养，并计划未来数周继续留在当地，以利身体康复。另外，在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6号迎来91岁华诞之际，藏人行政中央、拉达克佛教协会、拉达克寺院学会在聂城的寂静园行宫广场共同主办了华诞官方庆典。达赖喇嘛尊者亲临庆典并发表慈悲开示。当天约25000多名拉达克僧俗信众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尊者91年来践行慈悲、弘扬世界和平、促进宗教和谐以及传播内心和平理念的卓越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在庆典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修持佛法不仅仅意味着供奉神明和诵经祈祷，而是真正转化自己的内心，引导心念趋向善行。修持佛法的重要意义在于拥有一颗平静的心，并不断训练自己的内心。尊者还表示，当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帮助他人的利他之心始终是他修行的核心，并表示他将住世130岁左右。当天，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西汪姆、土伯特人民议会议长卓玛次仁及司政边巴次仁共同出席庆典，并分别向与会民众发表讲话。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也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广场举行官方庆祝活动。冈格拉县副专员、各部门部长、土伯特人民议会议员及数千名民众共同出席了庆典。代理司政、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才加曲杰丹尼及土伯特人民议会副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分别宣读了嘎夏和议会的声明，共同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无量恩德的深切感恩，同时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的所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指出该法公然将旨在削弱和消除非汉民族独特身份、文化、语言及传统的政策制度化。当天，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日本、日内瓦、英国和布鲁塞尔及其他驻外办事处和印度各地的藏人定居点，也通过各种活动隆重庆祝了达赖喇嘛尊者91岁华诞。另外，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于近日纷纷举办各种活动，向7月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抗议后不幸离世的土伯特活动人士罗冈让增致以崇高敬意，并表达深切缅怀。土伯特人民议会对此发表声明指出，罗冈让增为土伯特自由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一壮举将永远铭记在土伯特历史之中。议会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各国政府、各国议会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立即对所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展开法律审查，
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针对非汉民族的种族灭绝罪行发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也发表声明，对洛嘎让赞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他表示，土伯特境内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以及自7月1号起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促使洛嘎让赞做出这一悲壮抉择的重要原因，并呼吁全体藏人珍惜生命，继续为土伯特的自由事业努力。同时，司政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土伯特日益严峻的人权危机，在这历史关键时刻为土伯特人民发声。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辛旺姆、土伯特人民议会议长卓玛次仁及司政边巴次仁于近日在拉达克聂城与当地各界人士、藏人社区民众互动交流，并朝拜了当地多座寺院。期间，司政边巴次仁视察了为拉达克藏人定居点提供服务的多个藏人机构和社区办公室，其中包括初级医疗中心、地方司法委员会、藏医历算学院分院、当地藏人合作社及其下属办公室。司政还前往索囊林藏人定居点各营地、土伯特儿童村学校拉达克分院以及当地养老院，并与当地藏人社区民众进行了亲切交流。在访问土伯特儿童村学校拉达克分校期间，司政向该校师生发表讲话，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维护土伯特民族身份、环境保护和培养年轻一代肩负土伯特事业的重要责任。司政还勉励学生们努力追求优异学业成绩，同时坚定传承土伯特语言、文化和价值观，为未来成为土伯特事业负责任的传承者和社会建设者做好准备。结束对聂城藏人社区的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仁于7月9号开始对拉达克、羌塘偏远游牧地区展开了访问行程。另外，至此达赖喇嘛尊者91岁华诞之际，由爱沙尼亚议会支持土伯特小组主席优库卡勒雷德议员率领的爱沙尼亚议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对土伯特自由事业表达坚定支持，并谴责中国新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声明获得爱沙尼亚议会101名议员中的51名议员的联署，形成了议会多数支持，充分体现了爱沙尼亚议会对土伯特的广泛支持，以及对维护土伯特人民权利的坚定立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与发展合作部长马克西姆·普雷沃于近日重申，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未来转世的认定完全属于藏传佛教界自身事务，必须在不受任何世俗政权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这一声明是比利时联邦议会议员埃尔斯·范霍夫于6月17号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口头质询。他就中国试图干预未来达赖喇嘛转世认定，以及中国新近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土伯特文化、语言及宗教权利所造成的影响提出关切。普雷沃部长代表比利时政府作出回应时明确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实务完全属于藏传佛教界自身事务，必须在不受任何世俗政权干预的情况下进行。他同时表达了对土伯特的人权状况以及土伯特人民的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利的关切，并认同外界对此问题的担忧。对于普雷沃部长的声明，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代表土伯特人民向比利时政府表达了诚挚的感谢。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最新讯息，欢迎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